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3月9日至2026年3月13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恒生指數經歷一輪急跌之後，而家喺25,000點整數關同250天移動平均線附近，獲得初步支持，暫時止住頹勢。上週五更錄得435點反彈，部分回補早前裂口，顯示市場喺大幅拋售之後出現技術性抽升。本週初連續幾日都係先升後回落，呈現先高後低嘅格局。雖然短期內出現反彈，但幅度有限，屬於急跌之後嘅自然回抽。技術面整體仍然偏弱，26,200點至26,300點區間構成明顯阻力。如果未能有效突破，上升空間將會受壓。美伊衝突引發全球避險情緒，港股曾經跌穿頭肩頂形態，低見24,958點。中東戰火暫時未見平息跡象，局勢變化迅速，石油供應受阻風險上升，西德州期油已經突破$91，推升通脹壓力，同時影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。市場對戰爭持續時間可能超出預期感到憂慮，風險資產普遍受壓。雖然上週五港股率先反彈，但美股當日仍然下跌，顯示外部環境未算穩定，預料短期內可能出現溫和回吐，甚至進一步調整。如果中東局勢惡化，港股好可能面臨新一輪沽壓。全國兩會即人大同政協會議而家正喺進行當中，市場對政策基調抱有較為正面嘅期待。官方釋出信號，2026年將維持積極務實嘅政策環境，優先擴大內需，推動科技創新，同時促進經濟結構性轉型。呢啲方向有望為資本市場帶來新機遇。市場特別關注貨幣政策走向、新質生產力相關板塊，以及可能推出嘅經濟扶持措施。兩會整體氣氛相對正面，一定程度上抵消咗地緣政治衝擊帶來嘅震盪，為港股現水平提供心理同實質支持，避免指數進一步失守關鍵關口。綜合嚟睇，恒生指數目前處於多重因素博弈階段，技術面短期有反彈動力，但上升受阻，而且整體趨勢仍然偏弱。政策面有內地積極信號支撐，但未能完全扭轉外部不確定性。地緣政治同油價、通脹壓力則構成最大變數。25,000點同250天線成為短期生死線，如果能夠守穩，有望維持震盪格局。一旦失守，就可能出現更大幅度調整。現階段市場情緒仍然以觀望同謹慎為主，反彈只係消化利空之後嘅暫時喘息，而唔係趨勢反轉。未來1至數週走勢仍然未明朗，市場波動預料會持續。